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世所自导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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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恩师的后学今晚导读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感恩。好，感恩以前显慈悲，感恩目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典藏师慈悲。晚安。